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嘅阿明姑刘浩明。其实睇下摆喺总统大选地步，民意的候选人，如讲到讲我哋国家未来嘅目标地步，有啲按照枪狼摊牌嘅部分。我相信啊，四十四啊，大概你談落地啦，吼。但是掉腔下吼，我都唔知乜嘅意思。我哋今日有倡導，其實係一啲算是我哋槍狼攤牌，我哋監探呢啲專家，我哋作也學我哋執行中嚟現場，有人分享講，都係監探一件事情，係公司嘅事情、國家嘅事情，還是我哋國人嘛可以做到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福起來嘅來賓，我哋也好時常嚟現場，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立埔的作業好。今日佢分享我哋呢執行中嚟現場，因為其實我哋提講以前執行中已經有來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嘛，嗬。但係基本上我哋一談呢一啲內容規劃係監探，係乜嘢開始請我哋呢執行中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乜嘢叫監探啊？監探、減碳呢，它就是減掉了減少我們的二氧化碳，還有空氣中的其他的溫室氣體。好，那因為呢，為什麼要這些溫室氣體？它會影響什麼？就是全球暖化嘛。還有第二個就是會影響那個我們的極端氣候，還有甚至那個水平面會上升。所以這個就叫做減碳，減去我們這些所使用的這些碳排放量。是。但是有時間我從頭會講，減碳同綠電有關係嗎？它是相輔相成的。減碳是一個行為，是一個動作。那綠電呢，是在減碳的過程當中，它支持它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支持的因素。那綠電呢，包含就是我們住在綠建築裡啊，或者是說太陽能啊，這個都是在綠電的這個範圍裡面。那減碳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那這些綠電，是來輔助我們去做這樣的選擇，對我們未來這個環境的一個改變，才是這個就是它能夠是並行的。但如果我哋以前發電嘅時候，可能會用一般的火力用燒嚟嘅，用嗰種汽油一燒，冇講我哋的天然氣一燒，如果產生到幾多嘅我哋二氧化碳。但是我哋用太陽能呢，用風力咧，嗰種唔可以損耗到我哋嘅能源，同時嘛唔會產生按到二氧化碳咧，都等於我算是個綠電。因為做乜我講一件事情，因為我哋而家個要求，尤其係講我哋嘅台積電，台積電，外國的企業都講，咁你這個可能你這個要生產一啲東西嘅時候，如果買一朵綠電，綠天，一部分，咁一間我哋台積電做嘅，咁我哋一般的民眾來講，我哋冇辦法講，我哋用綠電嘛，我哋頂多講我哋都冇當地會有太陽能嘅太陽能板。咁一般的人來講法，嗰種我哋要減碳的話，最容易對那邊開始啊？就從我們的日常生活做起啦，包含就是食衣住行嘛。如果以日常生活的食來講的話，吃東西我們就盡量不要減少食物的浪費，當然一定要垃圾分類，然後廚餘盡量減少。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你廚餘太多，垃圾太多，是不是他們的焚化爐在焚燒的時候產生了碳排放量？再來就是你食物太多，你浪費了這些食物，也造成你的荷包你就不夠省錢嘛，你的荷包會失血啦。那如果用太陽能發電的話，我們就減少那個使用台電的電量，就是減少我們的電費啦。那關於再來就是譬如說我們洗衣服或者是買衣服，盡量呢不要經常去購買啦。這當然是那個有很多的產業，我們當然是女生都很愛漂亮，可是可以做循環，也就是說你這一季你當季買的，你可以整理好你穿不下的，或者是說你要換季的，我們可以用循環的方式，用二手衣的方式再去給需要的人。通常要講到一啲我哋感覺佢創業嗰啲，一啲重點都講，冇弄係
好，因为其实弄系嗰种不像我哋几多厨余把食存的东西，像从刚刚的都讲哦，等你们可能大部分垃圾拿用烧的嘛。是。嗰时等于讲嗰种冇分类的话，又不用摕个垃圾堆地方的话，其实我变成都用几多的石油，个油去烧啊，哈，嗰就其实个弄系。但是我从头我看到一定的碳足迹，蛮看到食物的碳足迹啊。食物的碳足迹就是说，我们使用量大。好，譬如说你一次买我们每一户人家，包括我自己如果去买比较多，是不是它需要有物流？从别的地方运过来嘛。好，我们自己在地所生产的，当然是假使说它足够我们在地人去做供给，但是我们也不见得都一定只买在地的东西嘛。那当然了。那个营养要均衡啊，那也要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嘛。当然也是会想要去买各地他们的特产。那如果是你的浪费，我们足够之外呢，你多出来那就是多了那些他们的里程嘛，食物。物流的里程，运送的一个公里数啦，哈。哎，对，那也是产生碳排量，也是一个很大的。哦，安尼意思就讲，譬如讲，同样伊的譬如讲啊，人的保育来讲的话，玉米，好，唔系台湾自家种的保育，伊可能对台南种的送到屏东，好，我哋嘅喺屏东嘛，好，送到屏东，睇有乱的伊的路场，嗰种买啲米贵的保育，外国你来保育。伊可能睇他也有抽飞机，无都抽船的运到台湾来。佢等于讲，伊中间去弄迄个燃料，其实要算到啲地方去。等于讲，伊啲保修地方唔单止讲价钱的问题，迄也要保修东亚面前，其实伊花的，你讲花精神啊，花功夫，其实几多。所以这就是产生碳排最大的在食物的方面哈。为什么说不要浪费？也就是我们足够吃就好，不要多那么多出来哈。然后我们需要的多，然后浪费的也会多了。可是小部分了哈，因为有的人就讲那个生肉鱼的碳排比较多，吃素的碳排比较少，有按那些讲法吗？如果是以公里数里程来讲的话，那都是一样的。但是呢，畜牧业它的碳排占全球的15%。也就是说，如果你多吃了这些肉类的话，我们今天吃的比较多，它就会让它呢产生更多的碳排。它已经占全球15%了。那如果你多吃了。更需要的，我们现在其实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不吃素的人不吃蔬食的人，他们对肉类的那个需求很大。那如果是站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里面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啦，让它碳排量少一点。等于你讲，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感叹今日的主题开始，我们对体的食开始，其实都可以注意，体的食材体运送的这种我们讲运送的时间、运送的距离越少越好。同时，这种是肉鱼的话，其实真是嘛，尽量是在地的肉鱼，在地的猪肉啦、鸡肉啦、牛肉，至少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运入来。虽然讲肉类它本身的碳排如果多，我觉得其实对这方面要感叹一部分，其实嘛要注意几多呢？是啊，就譬如说，我们就选择在地的餐厅，或者是因为在地餐厅它大部分会用的，也就是我们在地的食材会比较多啊，就是一样，就是减少了它的那个食物的里程。好，再来就是我们要吃的话，尽量准备自己自备餐具啦，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现在的人很多，大概我以我的周边的这样子一个大家来看的话，有50%的人他们出外，他们都会准备自己的自备餐具啦，或者是说水壶啦，那个就是在我们吃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影响。因为其实我因为一部分台湾的教育算教育的几好啦，可能一方面是以前做起有一阵的。譬如讲 B 型肝炎的问题，嗰時其實我哋睇緊對即家嘅食的一部分已經嘛做過吼。如果講我哋即家冇得到即家快吧，嗰種我哋咧傳統地方有提供嗰種有消毒好嘅，我會發現講
大部分人嘛會選用嗰種已經有受土好嘅塑料，講喺塑膠嘅啦、摩鐵嘅嗰種，唔會用嗰種環保筷子啦，哈。可是有部分喺日本的哈，幾乎都是環保筷，好多嗰種竹子的筷子，是，對啊，對。譬如說我中午哈，在我們內埔的一家麵店吃麵，他們都有那個烘碗機，對，好，直接放在烘碗機裡面，然後我們一定會去選擇那個有烘碗機的。店家紫外線殺菌，對，冇錯。我一定會，我們會選擇，像我們消費者的選擇哈，會影響到他們企業哈店家他們的一個生產和服務的方式嘛。好，那像我的話，我就會去選擇有這樣的一個店家。那因為即使你有的人說他是不是會不會洗得不乾淨，但是我覺得他再怎麼不乾淨哈，都會比我們的那種免洗筷一次性的還要，還要有就是因為它有它洗的過程嘛，那免洗餐具其實你根本沒有辦法看到，那也是對環境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過度的一個污染啊，其實你真的可以，你有一點替代品的時候，就可以不用去使用那種所謂的能夠算是環保的一個，算是說是一次性的一個餐具。應該這樣說啦哈，我們不叫替代，而是本來就要用這樣的，我們回去以前的生活的樣貌。好，那我們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什麼好衛生筷，那當然是為了增加便利啦哈，便利性。所以說，就像在家一樣哈，我們就不會用那個這一次性的這樣的一個餐具來使用。冇唔錯吼，其實減碳一件事情最簡單的對我哋食筷是休息下哦，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哦。訪古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內埔嘅作業學習行長來到我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一啲人我認為用食的方面來開始做我哋嘅減碳。我都想問一下，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衫褲嘅部分啦，嗬，冇買到衫褲，嗬，都用我哋講二手衣，嗬，而家以前嘅嗰種二手衣，其實其實二手衣，嗬，有一點名貴好聽，復古衣着。復古衣。對呀，因為其實你知道，冇便宜呢。係是啊。係啊，因為像比如說我哋有時喺日本啦，或者其他台灣嘛有嗰種復古衣着，你看呢，佢以前係點樣衫褲啊？你哋見緊搭上見緊新嘅衫褲，又有一啲新嘅一啲 style， 你講 style 嘛哈，就等於講，其實等於講以前係等於要接下啲衫褲，有一啲新嘅什麼樣？我的媽媽、我婆婆哈，他們的那一代。我發現他們那時候的衣服的材質非常的好，他說都洗不壞啊。我說洗不壞就沒有新的好穿嘛。那當然是在生活上的一個樂趣啦。那但是呢，像我們在選擇的時候，不只是我們現在要講這個減碳的議題，而是我們平常就應該是要調整，以前的那種生活方式哈，是比較簡單啦。那對我們來講也不用花費很多嘛。那這種比較耐穿的這個材質的衣服，還有就是尼龍啦，類似那一種，而且那種你要是說丟掉了，或者是說你回收了，它在焚燒的時候，它會產生的那種有毒的氣體一樣，那也是那個不只是增加碳排量而已，而是在污染，污染我們的本來這個空氣裡面的那種溫室氣體已經夠多了，然後我們又在增加，所以說我說我們衣服呢的這個採購的方式哈，我們採購的心態就大概要稍微調整一下哈，好，還是回來我們以前那種那種耐穿的自然的方式哈，還有自然的材質會比較好。係啊，因為前一陣其實佢流行快時尚，好的嗰種大量生產，然後一季馬上就完hết，好一季馬上就流行。嗰就等於講佢容易可以買到新的衫褲，但是個衫褲又唔耐着，着啊都接嘅。
开了应该都发现到讲，其实快时尚是一个造成浪费跟垃圾一个归胎的一个源头啊！你像头先在这行中有讲，因为有时节你都大量制作，用啊都各种奶酪啦，各种化工的产品，然后走到神通用以后，真的变成一种所谓的化学的污染。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啊！哈，以前呢就是哈美嘛，哈，就是现在哈韩呐、哈日啊，但是日韩呢，他们的这个造成这个流行哈，也是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国际化了，大家的资讯都很透明，他们可以直接上网去购买。那年轻人他们会比较平价一点，所以一般年轻人他们因为口袋没有钱嘛，所以呢他们就会选择，但是也要跟上流行啊，在同才之间呢，他们才能够互相的去竞争啊，良性竞争啊哈，还有就是从自己家里面做起，那去教育孩子这些观念，而不是说我直接一直在做做宣导，当然也是要，可是很大众的宣导不如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我们从这个爸爸妈妈带头开始让人做，其实他声音的他有提供啊，其实有的sản婦就是冇必要買咁多啦。其實聽佢都講，反正從頭都講黑一部分啊，住的這部分，因為其實可能從頭都讀到講啊，要省電啊，省電啊。可是問題係台灣的天費沒貴便宜啊，就這麼把它省電。那是跟別的國家比，你覺得便宜嗎？當然，是這樣子。可是如果我們自己在台灣居住的話，我們自己省自己的這個荷包，那當然這個荷包這個省下來的錢，還有就是減少那個碳排放量對我們的那個環境的影響哈，還有我們自己個人本身的影響，那都是非常的其實很顯著啦。我們從雖然講等的天費冇便宜按貴啦，但是上嘛還上這個錢。就是啊。可是問題吼，上天涯部分，對那邊可是注意呢。省電當然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有講的，電燈我們像我就是用 LED 燈泡，然後電器的話就是買要有綠色標章的這些電器，然後呢。冷氣不要長時間開着嘛，電視、電腦就不要，你不使用的時候盡量就不要待機。還有就是插頭要盡量不用的話，你就是要把它拔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啦。然後就是譬如說，我們也可以架設太陽能板嘛。好，現在其實很多人都有哈，我家裡也是有，我家的熱水用量。通通都是來自那一塊太陽能板就足夠了。我們會因應我們家裡的成員，家裡的需求，我們去設置多少瓦數的太陽能板。那當然啦，你會覺得說，這太陽能板設置的時候可能價格會比較高，但是你不要忘記了，現在呢，我們的資訊還有我們的技術越來越好。那政府呢也會對於這個綠電這個部分有一些補助嘛，好一些那個計劃。所以你覺得一開始你會用很多錢去買，但是你長期下來的話，它省的電和省的水哈，都是很可觀的。因為一部分我相信貴東人有考慮到一點嘛，哈，你講因為而家買啲我哋說屋頂型的太陽能板的話，其實。反冇便宜啦，好，但是從當我在這行中有講到講，但是平均下來嘅話，其實嘛算是便宜嘅。聽佢都講，從我哋南部來講嘅話，我哋差唔多入到夏季嘅時節，跟日頭都唔是錢嘅呀，明日都暗日。南部根本沒有冬天，對不對？你連那個冬天日光都很足，我都不用再去另外開，因為它會有個開關自動嘛哈，或者是主動嘛。自動就是它直接太陽能板產生的電哈，除下來的電。那個手動的話，就是在可能是寒流啦，或者是下雨下很久很多天的那種情形之下，我才需要去開。所以說這個對我每一個2個月要去付一次電費的我來講啊，我就覺得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再來就，所以多人講，你個太陽能板以後除電係咪？以後產生電，還是講產生熱水啊？
它会厨电。厨电是太阳能板是这样子，好像如果家用，它就是它会这个加热它的水，有另外一个水桶嘛，水塔嘛，那一个水塔就是热水，它就是太阳能，它所储的，的那个热水。那我们另外的一个水塔就是我们一般使用的冷水嘛，那就是一个加压马达会把它打过去啊。那如果家里有架设的人，他大概都知道。佮加上我讲啊，前面要用太阳能板的话，佮等于讲啊，等到瓦斯炉要变成10天的瓦斯炉，系咪？就不叫吃电的瓦斯炉，它就叫电炉。这叫电炉嘛，它就叫电炉。那种一般，点解人哋台北市有的公寓，因为冇办法用瓦斯嘛。对。或是用对不起，黑啦，用天的一的热水器啦。是。电的热水器，可是我改成用天的热水器。它变成就是一个直流电。一个直流电一好，我太阳能所产生的电流，它是我们直接用它的电。来去就是可以使用我们的电器嘛，而不是经过台电的交流电，它就间接到一个，它就到电筒或者到我们 Brega 里面，不用到那里再去把线拉出来去分电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以后就是大家用绿能这个部分、太阳能这个部分，我们用的就叫直流电，那也就是直接电。系啊，等于如讲，因为像我哋南部真的归我哋讲得天独厚啦，你提到按台啲吧，对不？有时我哋想讲，平常晒天木当弄起嚟，好唔单止你晒我哋太阳能板，你可以地方可以休天，尤其像我哋夏天的时间，我哋用嘅温度又冇按过，好，嗰时其实一天拉白，可是有时候我都考虑到讲，比如讲。冬天，其实我哋冬天日头嘛会热啦。係啊，晒这么黑。但是我都想講，你這個係實際嘅用戶嘛嚇，嗰時講冬天寒流嘅時候，除非講去有一陣嘅寒流來安尼5、6年嚇，可能南部真的過寒熱一些時，可能如果搶使用到好主動嘅部分，嗰時一般來講話，其實對南部人來講，安尼一般食飯都還是拉白啦。拉白，如果說啦哈，你。因为我们家架設是大概10多年、20年有了，20多年有。那个时候架設的瓦數，要是說你覺得不夠，我們也可以增加啊，增加到你覺得都足夠，甚至呢，我們可以有儲電系統，回饋賣電給台電嘛。現在很多在講這個種電這個部分，也是在做這樣的一個商業行為嘛哈。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投资，个人户我们没办法投资那么多，当然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生活上做起就好。我们做，因为其实用到安尼唔是钱的天呐，哈，等于讲啊，人真是只搞的潜入用天的潜入上好了轨道。是啊。但其实像咱呢，讲作为10公里呢，其实嘛差不多回本了没有？超出了，几乎是超出了哈。那时候。应该是20多年。对啊，那时候那一块板子也不，大概几万块吧。但是因为我们政府都有补助啊，譬如说你一块有几瓦哈，一个标准的一个那个瓦数，它也都是有补助的那个在绿能的部分。所以其实你想想，我们早就已经回本很久了。就我们不要去想那种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那完全你。不会造成我们生活上、经济上的困扰了。甚至呢，你把省下来的电你用去你该用的地方，那个叫做在家庭里的金流的部分，那是一件让人家很兴奋的事情。可是伊的太阳能板唔单止可以达到我哋呢減碳呢伊的目標，同時嘛可以幫我哋家庭地步嘅用電有幾多無窮嘅用法。其實下我哋節目我哋話幾多國際大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女會作業學之行狀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因為我哋喺呢上面做我哋嘅減碳，
我说请问一下，因为其實都已經分享到我哋太陽能體、我哋喺呢方面嘅部分嘛，咁我哋講食衣住行嘛，咁行嘅部分咯，我哋用嚟做感嘆。行的部分呢，尽量啦哈，像我的话，我就会一次性的把我要去办的事情，尽量整合在一天哈，一次性的去把它跑完。那也尽量用大众运输啦。那如果是短程的话，我就是走路啊，或者是骑自行车，那个都是减少碳排量很大的一个行为。我们就做这样的动作。那如果说较远的，我们可能就是共乘，好，那共乘或者是说有些同公司的同事们啊哈，我们可以轮流开啊哈，今天他开，今天这开，就是大家用共乘这个方式。然后如果再来就是说你要选购车子的话哈，尽量就是电动车或者是油电车，我们来购买。你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模式哈，就会推动我们的企业呢，去做生产上的改变。那包含这个我们要讲这个行哈，就是第一就是健康嘛，第二个就是经济。如果你多走路，当然它就是少了那个车辆，我们开车车辆的碳排。那多走路也会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就是久坐哈的一个风险啊，一个健康的风险啊，这样子。因为头先你讲到講嘅大眾運輸工具，因為其實剛剛講嘅，你唔係喺呢啲都市鎮嘅地方，唔係講六都啦，跟冇得講有嗰種捷運嘅人來講法，像我哋屏東有暗廠，其實我哋常常會講，因為講其實我哋有時唔係我哋唔好做。我哋講公差，因為我哋公差班次是減少，或者我們真的就只能開車。頭先其實我講執行長說我們要騎腳踏車，我想說南埔貴人啊，於是腳踏車真的冇辦法。但是你頭先講到一個共乘，是，因為以前我哋讀書嘅時間哦，嗰時間我哋有一啲對中國來交換交換學生，你講你們台灣人是不是都家裡面很有錢？我說為什麼這麼講？你講你們每個人都一輛車誒，因為我哋咧同學地方碩士班咧，每個人都試一台車過來，你講我講冇辦法啊，我哋屏東路安泰，我哋去到嗰邊，我們不可能騎機車，有時機車刮風下雨就蠻危險的。後來我就理解到這件事情啊，譬如講我哋對女僕嘅朋友，無論講我哋中間有現在嘅同學，我哋愛上課時間。我哋對女僕就共乘嘛，去到嗰邊去轉移，下一擺都以視察位來轉眼，等於講本來我哋兩個人，每個人要試一台車位，去一個中央一個地方嘅嘅範圍去由佢那邊一轉車位，一台車位一轉，是來回安因為現在我們的屏東縣政府，它也是有推廣哈，就是這個共乘的、共享的公車，它不是說像我們的那個客運啊那麼大。包含小黃，它也是一個共享的公車，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這個村莊，就還或者是說我們左鄰右舍啦哈，我們大家揪一下，今天有誰要去屏東市一趟，要去辦什麼事情，我們是不是可以一起去，然後請這個公車呢，小黃公車呢，去每一個點，去讓這些人下車，然後辦完事情再把他們接回來，那相對的。也省了很多的油錢跟時間，還有人力。因為如果你不做共享的這個公車的話，小黃公車就是我家裡我要派一個人出來開車，那個家庭也要派一個人出來開車，也就是說這個人力就增加了，錢也增加了。那關於這個共享的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非常需要推動的，因為。反正大家就像我們鄉下嘛，這個左鄰右舍鄰居大家都很好，就像出遊一樣，一起去做一件事情，減少了這麼多的事情，那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影響，而且這些人會影響另外一些人。我們這一群都是這樣做，別人看到另外的看到他們這樣做，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一起跟進？這個影響力才是決定我們這個環境。能夠更好的一個行為，但是我們想到環保那部分，其實也是盡了很大的一份力的。這個是相對的嘛，那個我們減少做很多的事情，在對環保來講，
就是这个环境来讲啦，哈，也就是说减少了很多的碳排放量嘛，我们所有的行为它都一定会产生碳排量，对，但是减少了，当然碳排就会变得比较少。再来第二点就是，它会促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行为哈，一个模式，它会促成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地方政府，它的政策的改变，它会因应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县民的生活模式，它会有不同政策的这个改变啊，哈，或者是说去符合它，符合这些居民他们所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哈，最重要就是要小众影响嘛，从我们小众开始做起，再来去影响这些小众，这里各自做，然后小众跟小众之间，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点跟点会越来越会变线变面嘛。那当然，我们的政府就会看到，还有企业也会看到。那企业呢，它就会改变它的生产方式，好，或者是它的生产的服务，然后会越来越符合我们这个消费者，我们在做减碳行为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越来越多了嘛，他当然政府跟企业，他就会做符合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形态，好去做更符合这个政策的改变这样子。意思还没讲。其实可能常常会讲到近零碳排，常常碳排嘅件事情，其实唔單止講係啲政府愛做嘅政策，其實對一般的民眾來講嘅話，就像做到這行上嚟講，你做一件事情，唔做愛做，他可以做。如果變成一個趨勢，趨勢如果改變到我哋的政府可以是以朝向這樣子的方向去擬定。這樣的政策，就變成講，雖然講我哋一開始講我哋減少用電啊，用太陽能板啊，吼，唔是買很多sản婦來，係各種國內的行業，但是唔嘛做位，唔嘛做位，他可以有做位，就變成一個趨勢的時間。政府如果想講啊，他可以就按嚟做，咁我都擬定按嚟政策，就等於講，他可以就會從個人起影響到。政府在做減碳政策的一個擬定，是的，政府呢，它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符合的哈，能夠做出效應的這樣的那個政策出來。那在企業的部分來講，他們就會生產更多的節能的。綠色電器啊，綠色建材之類的，再來呢，就是會有一個新的行業會產生，也就是綠色工作機會。這個綠色工作機會不是工作機會，而是一個產業會出來，那就會相對的會有更多的綠色的工作機會出來。那是不是是一個綠色工作機會？比如說我們會有低碳的旅遊，低碳的減碳的這個旅館，或者是餐廳，這些，不是要你另外拿錢出去做這些事情，而是我們是選擇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那是不是就會有服務人員不一樣的嘛？哈，他們會有能夠就是像店家好了，他就會更多的去採購，沒有錯，我們錯，採購這些綠色標章的這個電器也好，就像剛剛我講，我去那個麵店，那他們的包含他們的洗碗，煮麵，或者是這些使用石油燃料的這個機會，他們會去減少，然後他們這些人呢，他們就會有自己會調整，說，我就是符合我的工作的項目，當然他們就是會回來自己家裡一樣，會循那個模式去發展。然後剛剛講的綠色機會，就像我們的小黃公車一樣啊，它是因為這個，它不是說我們之前講的是什麼長照2.0呢這個產生的，而是在這個產生之外，我們延伸這個綠色的。這個運輸交通在食衣住行一定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新的工作機會出來。可是我們前面講安多哈，我們譬如講又從日常生活裡面去做那減碳的工作，那這樣子的有沒有實際上的一個數字？
假设啊，我们举例说，我们台湾2300万人啊，如果一天呢，我们少用了一个塑胶袋，它就会一年就会减少84亿个塑胶袋在这个地球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垃圾产生。所以你看这数字惊不惊人？像我们现在都会带水壶出来嘛，是不是就少使用的那个塑胶杯？那一天少一个，一年就少了365个。你看这些数字，你这样给它加起来，这是关于我自己个人而已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国家，这个国家哈，这个会影响另外一个国家嘛？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往这样的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生活方式来保护我们这个，真的要保护我们这个唯一的家园呐。没错，没错。嗰陣看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發現到講平常我都講，做乜嘅我哋做減碳，做我哋做環保咯。可是你說頭先我這行數又算出來，冇人看到，嗰種我哋一定要一年少一啲塑膠袋嘅，但全世界如果少84億嘅塑膠袋嘅，其實加重方了係幾多嘅。今日講香港人的這行中，我想從分享很多安精彩故事。謝謝主持人，頭下太假。休息一下，我哋同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